来是有关到宜兰县长的选举，讲宜兰最近有真侪地头的菜馆行的外口，拢看到民众党的参选人陈婉慧的人形徛牌，徛牌佫写大大字“祝你发大财”。但是安尼是毋是适当呢？有民众讲恐惊无妥当，台彩嘛回应讲，因并无任何的代言人。陈婉慧讲，伊是要祝福所有的乡亲拢会当心想事成，想啥啥得来。 在新也摕金元宝声大批民众抢要翕相，希望会当饭一挂在起。不过有民众发现，宜兰的在新爷是无啥共款。民众党宜兰县长参选人陈婉慧的人形牌仔，踩伫菜馆巷门口，顶悬阁写祝你大发财，而且讲毋若只有民众翕相片咧算牌仔。伫咧宜兰市区东山乡个罗东镇的菜馆巷拢有看过，而且自过年期间放到4月，引发着争议。在有一些店家经过的时候看过，毕竟你是参选人，就已经是有参选的意味了。当然没有好像不合法，但是也好像没有。 很合规，骑车经过的时候好像有瞄到。我觉得那个就是竞选人的招式，所有候选人大家就是绞尽脑汁想要胜选的招数。那店家同意让他摆放，那他就摆放，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。选战的版图敢是拖到菜馆行，南洋甲立营的参选人吴宗宪甲林国忠拢无任何回应。那台菜公司表示无任何代言人，菜馆行的行为会看作是个案，内部处理。当初设立这个立牌的用意其实非常的单纯，就是希望可以祝福我们所有买彩券的乡亲都可以心想事成。引起争议了后，菜馆行的牌仔为昨晚暗就陆续撤离，今仔日一透早嘛拢无看的。不过会当感受到2026的选情愈来愈激烈，参选人的每一个动作都可能成做选战的焦点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